廣東嚟講，做傳統嘅五柳菜，我哋敢講第二，冇人敢講第一。而家我哋五柳菜一年嘅銷量已經係超過1000噸嘅，包括央視啊、南方電視台啊，同埋老廣味道啊，都嚟過我哋呢度拍攝嘅。點解會冇對手呢？因為你好多人都唔願意去做醬菜，特別嶺南醬菜，佢人工比較大，比較繁雜，很多工藝繁雜，而且風險特別大。啲大廠唔願意做，細廠又做唔出來。我哋嘅醬菜要保持，要發酵到3個月以上，所以要用時間，要讓佢慢慢去果酸個轉化。咁你要有耐心，要有恆心啦。你如果粗糙難做，亂放添加劑，使佢嘅發酵時間縮短，咁你嘅醬菜嘅風味又改變咗啦。我哋全部係人工嘅，人工肯定係貴啊，但係貴係有價值喺度嘅。目前機器化係取代唔到嘅。呢40幾年，我哋做嘅都係回頭客，就算我哋比市面上價格高啲，好多星級酒店佢都會選擇我哋嘅醬菜。一食到呢品質就唔同。